散場路線118R今日有提供服務，沿途各站都有警察戒備。喺今個月中嘅時候，城巴派出馬年主題巴士行走118R線，有大批巴士迷喺紅隧衝出馬路拍攝巴士，疑似驚動警方。喺今日118R線亦有提供服務。城巴同九巴分別派出 Enviro 500mmC 12.8米樣板車以及綠蛋行走，亦吸引少量巴士迷拍攝。有警察喺118R線沿途各站戒備。揀車揀車嚟㗎嘛？使求唔使求？而家好似取消曬啦，2套啦。Hugo 喺旺角拔街，當城巴用車抵達終點站時，有2名交通警察跟隨巴士前往總站，防止巴士迷衝出馬路。